食屎啦 ！Hello 喂，今晚終於係睇波嘅時間。今晚係會車路士9點鐘，然之後其實今晚同步9點鐘，阿仙奴嗰邊都係開賽。咁由於我哋有呢個主場嘅優勢，所以阿仙奴今晚係唔會喺呢部電視機度播放嘅。黃生將會用佢嘅 mini iPad 睇佢嘅波仔。阿仙奴二隊會砌低你哋嘅，放心。食屎！你小心講嘢啊！如果唔係，你連 mini iPad 你都冇得睇。你用手機。依家英超咧最緊張嘅唔係睇榜首啦，已經係睇爭第五。報道一下，依家車仔布蘭車嘅狀況係排第7。如果今晚車仔可以贏到富咸嘅話，就有機會爭取第5。如果車仔今晚輸波或者平嘅話咧，咁今個賽季就完㗎啦。求神。富咸給我輸1波，富咸給我輸2波。開場2分鐘，3分鐘未到就俾人督穿咗啦 ！Come on， 富咸！啊，真係好啲彩搖位啫。如果唔係，今晚9點鐘開波嘅話，我都唔會睇車仔。阿媽，哎呀！彭媽未食飯啊！彭媽跟場如果再唔入波嘅話，就真係 BBQ 噶啦！佢已經連續16場冇入過波啦。對上一個入波已經係1月份對般尼茅夫。1月份啊，大佬依家幾月？依家已經4月接近底啦。一支球隊嘅心臟16場冇入過波，可想而知呢支球隊嘅都應該就快斷氣啦。富咸好嘢，邊個心啊？冇犯規咩？咁都冇犯規？詹士喺英格蘭，哇！真係喺杜曹嘅執教底下嘅詹士真係無敵。你冇睇英格蘭詹士嘅入波？你哋有冇睇？有冇睇？服啊！好冷靜嘅啦，我依家睇車仔，所以都唔會好似賽季咁嘅。呢度好多次已經第3波傳中都好靚。好，我哋下半場開始作法。叮！我點下來，山寨版沙卡。哇！乾淨利落。雖然我唔知道32號個山寨版沙卡叫咩名，或者知下一場我一定會記到佢個名，因為佢卡哇伊呢。再入多一波。仲有4分鐘，仲有4分鐘。呢度。曼聯，依家仲有人記得曼聯嗎？睇下曼聯先。我話你知啊，如果咁樣輸波嘅話，我肯定唔會咁大口氣講呢一句話嘅。但係依家贏波，請允許我今晚食咗成晚屎，我車迷，我哋終於唔使食屎啦！你係擺到落口攆翻出嚟。係點講咧？呢場波贏咗之後，同森林同埋維拉係同分㗎，其實都冇乜優勢。同般尼睇下先，哇！由第5到第10，即係依家係車路士、森林、維拉、般尼，再加富咸，再加白禮頓，都有可能競爭第5，因為大家嗰個分數落差就嗰1-2分。好啦，咁今期影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今期內容影片嘅話咧，可以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。我講個笑話俾你聽，就係咁樣嘅，就係話坦克架咧就向皇馬咧自薦自己，你知道結果？我報警啊！結果皇馬話我報警，我唔好笑，我覺得呢個好笑。我覺得佢係翻譯翻錯啫。